行列做是国定古迹的高雄大树具铁桥，因过是亚洲上界长的一个铁桥。不过自从北风灾园区重新整修了后，到今游客是减少真济，甚至连这游客中心唯一一间的店家也讲，这租约到期啊，无要搁再租啊。是政府表示讲，未来会伫咧这些所在加办活动，带动地方的观光。下晡时啊，来到高雄大树具铁桥，桥顶拢无人，来佚佗游客嘛讲，确实有淡薄仔稀微。具铁桥唯一的单位，甲物件摆甲满，煞拢无人起来交管。头家娘讲，过去甲即卖情调是差真济。过去一个月营业经验上无有10万，即卖是剩无一半。今年6月租约就要到期，因就无要继续租。疫情期间吼，敢那个感觉更有人会来这透气。啊，然后开放了以后，游览车也不见了，就是一天大概都一组的那个日本客。主要蒙面吧，你若讲这边用较好，甲用足光的，安尼感觉到讲，这个成一个景点的。路标你无清楚，你无法度入来像阮拄啊，活唔知影活入来，搁踅伫社区去。高雄具铁桥是国定古迹，伫1913年完工，有1526公尺长。过去捌是亚洲上长的铁桥。水利局表示讲，过去因为8八水灾，园区拢互破坏。重建了后，广场湿地已经恢复原样。等游客中心的厂商合约到期，未来重新招标，会串联公所做伙整修。招标了后，新的厂商入来进行完内做一个门面拉皮嘛，油彩。来整修，对游客中心做一连串的整修，然后结合当地的农民，会举办一些相关的市集活动。目前高屏溪具铁桥管理单位真济，桥体是都发局，湿地公园是水利局，游客中心是区公所管理。观光局表示讲，今年规划要伫遮办活动，希望会当带动观光人潮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